边是罗东的车。哦，真的、啊。我记得那个新庄有看过的，对啊。新庄有看过吧？真的开发了，我操！我只是买一杯咖啡回来，世界就变了。6.07分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一个。小是乐乐棒球队，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来这里开球，所以终于开到球了，很开心。刚刚是好球吧？是吗？对，是好球。谢谢。那第一次以前的国小。是哪里？丽园国小。台北。林口，我是住林口。哦，林口。丽园。丽园。那你是什么位置？我之前是外野。外野哦。我是负责接球，乐乐棒球是那种软软的。对。所以臂力还不错。还可以。还可以。哇，真的。哎，就算了，我就先退吧。那这是你第一次来球场吗？那感觉怎么样？就整个氛围。好，我原本以为会很紧张，可是因为在棒球场上大家都很热血，然后前面也看到啦啦队们，就觉得他们跳舞很有活力，所以我马上就感染上了那个气氛。第一次在球场发球，又第一次在球场上唱歌。开球跟唱歌哪一个比较紧张？紧张哦，我觉得唱歌比较紧张，但是开球的时候我很怕投不好，所以那个也是不一样的紧张。开球现在做什么？开球刚刚有就是在下面有跟捕手练习了一下，对，然后他说我投的很好。你还记得那捕手是什么？膝盖啊，就膝盖。上膝盖是吧？对，就是膝盖。练习的时候说你丢的很好。
对，哦，那你最喜欢的选手？那就是喜凯好了。好，非常好，好，西凯，赞，西凯赞，西凯这两个赞这样。1、2、3。喜凯赞，喜凯赞，喜凯加油！